點解咁多男仔要學魔術啊？係咯，為咗帶開心俾大家咯，冇特別意思㗎。係啦，小姐啊，你緊唔緊張啊而家？我都係啊。小姐，你叫咩名啊？講啊！聽唔到啊，對住咪講啊！聽唔到嘛，你講。好啦，你講。Sammy。哦，咁啊，但係叫我 B。我冇特別意思嘅。嗱，我話你聽咧，你學魔術咧就可以化解呢場厄運嘅，你知唔知道啊？你岌頭啊！喂。嗱，你表示人得啊？學魔術咧，第一樣嘢咧要話俾人聽你叫咩名喎？好似我咁啊！大家好，我叫阿三啊！你話俾大家聽啦。Sammy。喂，好啦，第二樣嘢咧就要鞠躬咯喎，鞠躬，同我一齊鞠躬，1、2、3，鞠躬。哇！你走光。OK， 咁你對住我鞠躬，你對住我鞠躬。嗱，如果啲觀眾咧標到你嘅真心的話咧，佢會拍手俾你嘅喎。喺90度鞠躬嗰隻喎，得唔得？O 唔 OK 啊？預備咯喎，1、2、3，鞠躬，鞠躬，鞠躬，係啦。嗱，佢哋俾掌聲嚟，好，鞠多次，鞠多次啊，鞠多次啊，係多謝。鞠2次好啦，知唔知啊 ？OK， 好啦，而家教你一個魔術先。魔術，呢個魔術咧包你哋全部人都未睇過嘅。剪繩還原。嗱，我哋需要一條繩啦，同埋一把。咦？發脾氣。嗱，呢個好難嘅，呢魔術唔啱第一次學㗎。我哋學第2個魔術好唔好啊？岌頭啊，老細。唔該晒。睇先嚇。哇！見過呢啲圈圈未咧 ？OK， 唔該晒嚇。呢啲咧亦叫中國童環喎，睇陣先。喺中國童環咧係印度發明㗎，有6500年嘅歷史㗎啦。係英女王嗰時咧都用佢嚟打獵㗎噃。你 check 下佢有冇圈，有冇窿啊？有冇窿啊？快少少喂！我好溫柔㗎。有冇窿啊？冇，伸隻手，係啦。呢個咩嚟㗎？哎呀！嗱，佢哋鼓勵緊你啊！嗱，你伸直隻右手，係啦。嗱，揸住2個圈先，揸到實，有實得咁實 ，OK， 好啦。嗱，我示範一次咯。我將2個圈咧扣埋啦。我拍拍手指咧，個圈就會跌落嚟㗎啦。嗱，我做先，你唔好做任何嘢嚇。1、2、3，哇！睇嚟幾好。嗱，一扣埋之後咧，你試下先，預備咯。1、2、3，嗱，揸住一個，放第2個，係放。哇！天才啊！天才英文係咁講嘅。OK， 嗱，我哋扣埋嗰個圈之後咧，就最緊要係轉，話俾人聽我扣埋咗啦。咁 OK， 伸隻左手出嚟，揸住呢度轉佢。嗱，每一次扣埋咧，你都要轉嘅喎，轉大啲，1、2、3，好兇狠咁，咁就得㗎啦。跟住咧，你要解翻佢喎，咁樣捉實，咁樣，然後轉。大力啲咁轉，轉嘅時候咧要非常之大力嘅喎，跟住你要吹呢個位，中間呢個位，轉下吹，咁就開咗㗎啦。嗱，開咗之後咧，你就轉下咧，又扣翻埋㗎咯喎，哇！扣翻埋之後咧，係啊，最緊要係轉，哇！好犀利啊！好，想唔想學第2招咧？想啊嘛，紮實個馬先。咁嘅 ，OK， 揸實個馬先，然後舉直隻左手，做乜？冇聲，對隻咪講笑啊 ！OK， 1、2、3 ，OK， 捉實個圈啦，然後成個圈咧就拆出嚟咯喎，2個圈咧咁樣搭喺手度，擘大手俾人睇冇嘢，然後圈下咧就扣翻埋啦。最緊要之後係乜嘢啊？哇！OK， 弊啦，我以為你學唔到添。OK，
第三招咯喎，嗱第三招比較難學嘅，正常人咧應該學唔到㗎。OK 嚟咯喎，我哋左手揸住個圈，左手揸住，然後咧咁樣揸住佢，揸住呢個圈，揸住呢邊啦，係啦，然後咧咁樣推過去，一陣咧個圈咧就會喺大約呢個位咧以時速80米咁樣飛出嚟㗎啦。咁跟住咧飛出嚟嘅時候，你仲要咁穿住隻手嘅喎，知唔知啊？知唔知啊？答我啊！係 ，OK， 然後咧1、2、3對住左邊 ，OK， 喂，對住觀眾好啲，預備1、2，一穿過去，一扣埋咗啦，拋過佢咧，嗱你唔好真係拋我，拋過，哎呀，然後咧又一扣埋喺邊度，最緊要嗰下咩？天才啊！我收皮先啦。OK，